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过自杯》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228纪念仪式今年是头一届刷到台南举办，另外也民间团体发起游行，等到发生地点，望社会会记历史行向未来。228连假的上八天，国道塞车严重，可能要到暗时8点才较消透。另外，明仔载暗时东北季风变强，天气变较凉冷。罗西亚女冠因安娜受到国家交响乐团邀请，本地3月7号要来台湾演出，却考虑到民众间论主办单位以安全做理由取消。今仔日是228事件76年的纪念日，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地南洋基金会做伙发起228点控纪念活动，在起程游行到228事件发生地点天马地磅献花，而且伫咧43年前的今仔日也发生林家血案。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要去追诉互人杀害的老母亲和双生仔查某囝。端午同头前，抓到228 76周年纪念活动被报条。选伫228这天，民间团体第7摆发起游行，对台北市立新国小出发，以跳度为环，去做新国家真最热心的价值。今天我们是为了爱与公益和平而走，我们是为了不要忘记而走，我们是为了自由以及信念而走，我们也是为了未来而走。游行队伍首先来到228事件爆发的所在天马地磅，并且伫早起时分爆发冲突的地点甲纪念碑来献花。最后停伫行政院，就是当年的台湾行政长官公主。76年前的228下晡，400-500人的群众来进前，互卫兵开枪扫射。而蔡瑞月舞蹈社以改编的舞蹈，期待对苦难的基地来开出上水的花。228也是林体血案满43周年的日子，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甲夫人彭素敏来到竹林纪念林园，追诉当年遭到杀害老母甲双生仔查某囝。当时担任省议员的林义雄，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关押伫警卫军法处，亲人就是伫家己厝内底互杀害，就大案查某囝活来，到技术医院找无凶手，真做悬案。监察院第2是通过纠正行政院。主谋者或者主谋的这个集团，其实我们觉得已经有点呼之欲出了。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发现的都是当时的情治单位如何的去阻挠刑事单位的侦办，把历史的真相能够一步一步透过整个政治档案的开放，来把真相解析。只有真相大白，台湾社会才能够真正和解。林义雄甲夫人伫亲友的搀扶之下完成仪式，对着监察院报告表示无特别要讲的。内监察委员范顺利讲，相关档案伫警总裁撤时消息无踪，行政院应该追究责任。另外有一寡资料是交予国安局，应该也有无解密的档案，呼吁总统府国安局检讨解密政治档案，对台湾的转型正义是非常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228纪念仪式头一届刷去台南举办，总统蔡英文也强调会继续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而且也深化台湾民主，予伊更加稳固。今年是228事件76周年，主题是恢复正义，延续勇气。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嘛特别落南参加中秋纪念仪式，甲受难者致意，嘛答应会持续做转型正义。找到这个受难者的人数已经超过3600人，这个人数其实超过过去咱已经背上的这个总人数啊。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几天前已经核定上路，这是首度将转型正义系统性的纳入教育，对学校、对公务人员、对执法人员、对社会大众全面的推广。蔡英文颁发恢复名誉证书，予受难者的家属，安慰家属伫这段历史当中，长久以来的创伤甲痛痛。咱行政院长陈建仁是继续落南去高雄参观不义遗址，一栋已经趴远的建筑，原本是日本海军红山无线电信所，因过去违反政府用来刑求，但也无共意见的人。陈建仁强调讲，坦白面对过去的创伤，才会当了解历史的真相。嘛，敢若有历史的真相，才会当有正确的记忆，互台湾人为理解走向和解。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28连假的最后一天，有人要出门，也有人要上北。国公局表示，讲下晡上北的车开始变多啊，其中这国道5号宜兰往卑南路段时速是无到40公里。那西部的高速公路有一寡路段也出现塞车情形，可能要到暗时8点过后才会变较顺。真侪车伫排队要入去雪山崩坑，车只好慢慢开。28连假最后一天，出来佚佗的民众准备要收假，上北车流也已经出现。宜兰到卑南路段时速无到40公里。高公局讲，到下晡3点，雪山崩坑通过量已经有26000台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4%。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的部分，车多的情形则是会持续到晚上8点之后逐渐疏解。高公局有估28交通量是108万车公里，其中北向交通量达到68万车公里，是比上时年平均的1.4倍。中道起了后，西部国道部分北上路段车侪歹行，恐惊要到暗时8点了后才较好一点啊。另外，冷空气减掉，天气回暖，日时各地降温来到24到26度，各地大部分是好天侪云。不过，初一开始，环境的风场渐渐转做东北风，入夜暗时了后，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北部加东北部气温会搁降10度。第一波的一个冷空气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落在礼拜4晚上到礼拜5清晨之外期间。那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是落在13、14度左右。台南以北低温会来到13、14度，花莲台东也只有15到16度。有过东北风会影响到下礼拜1。记者施宏合报道。有民众在连假期间去爬山所发生意外，在花莲的灵高万岭古道，有一个查甫游客摔入去山谷，遭防发现到。另外，在台中和平山区也有游客失踪，落尾是有被找到。在宜兰的南澳尖山，有一个查甫游客因为伊高山症发作，落尾是出动直升机改送病院治疗。直升机吊挂将爬山落落山坎的人送落山，这查某人甲山友相向，爬灵高万岭古道。一群人自渭南道的山口出发，因为天气无好，该落山。所在花莲的古道路段发生落落山坎的意外，护驾小真艰苦。这是经济费林风喜后生，20在古道发生落落山坎的意外死亡了后，搁一摆发生不幸。浓雾以及低温造成救援上的困难。本局于27日接触患者，患者已明显死亡。他于28日由空勤直升机吊挂至花莲德兴。台中和平山区有4个人爬山，其中一个60岁的人伫汉志坊附近迷路，消防局协助了后，申请空勤直升机搜救，伫降落点附近听到呼救的声音，顺利找到人，送落山。直升机于11时8分到达该主峰，完成待救者吊挂作业及载送作业，并降落福寿山停机坪。民众表示不需就医，自行离去。同款用直升机吊挂送落山，桃园一个女性加4个山友爬宜兰的南埔大山，回时阵好亲像高山症发作，引起气积水。呼吸困难，无法度行。消防局通报空勤直升机救援，顺利将人送落山，送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在元宵过后到清明这段时间，真侪人会去陪棚，也真侪民众是趁着这28连假去陪棚。在咧屏东呢，在4天内就发生112件墓地火灾事件，甚至也造成一个消防人员不幸互送水车地势意外。县长周春敏昨就下令，讲要严格处罚放火烧草的行为。目前已经有一个阿伯放火烧草啊，互人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大量的乌烟一直冲起来，在屏东万大桥外高冰客爆发，27早起传出草包的火焰，火势为27早起烧到暗时才控制落来。民众一个精神，门口全部拢是为爆发遐，买过来已经烧到插火带的挂网，民众真无奈举扫帚扫扫的。不过，迄一天万丹的火焰，毋若是一件尔。有消防员伫万丹公务，火才打拍花尔，就看到一个那像烧草的打烧了，要离开的老阿伯。把火烧着把咩落？什么叫无人要来？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所长率员展开查访，调查涉案民众身份。目前已将李姓男子带案调查。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找到这个老阿伯，专案以公共危险罪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28连假，不少民众提早回乡陪墓。自屏东短4天内，草埔甲公墓的火灾都有112件，
这唔但互消防人员无用气气拍火拍袂离，还佫造成一个消防员损失。县长周春美下令，这种放火烧草的行为一定要严格处分。不过，要是有民众讲袂听，警方只好找村长做伙来甲民众宣导。请大家扫墓后离开前，务必请切实熄火。消防局佫一再强调讲，唔通伫咧墓仔补烧草啊！离开进前，嘛要确认所有的火源全部拢拍花，避免造成人员的伤亡甲财产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对日本内的餐厅上屋，最近有公告讲，因芝山店对3月初一开始，拜1到拜5，敢若开8点钟，卖中昼甲暗顿的时间。也若这拜6、礼拜拢要休困，就有网友认为讲，可能是欠骹手才会安尼生做。就专家指出讲，这餐饮业有3成店家出现欠工的问题，可能要等候到6月有学生出业了后，才有机会解决。日本餐饮品牌上屋来台湾了后，介绍无贵欠不少人。啊，不过自参门市最近煞打出公告，为3月初一开始要暂时调整减低营业时间。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就是蛮多人都晚上想吃东西的吧？应该会吧，因为像我就是会上班到很晚的人，然后下班吃点东西。平常感觉无方便，因为原本13点营业时间为逐工13点钟，3月份开始减少加早，拜1到拜5逐工至营业8点钟，拜6、拜2是休困。营业者无接电话，无法度知影回应。啊，不过真侪网友咧摇，问市大招人的海报是不是因为欠人才减低营业时间？从去年10月中旬边境解封以后，到今年有许多这个廉价的一个效益带动，所以使得这个餐饮业持续有缺工的状况。那缺工的这个缺口大概有25%到30%，也就是每开出4个职缺，有大概3个可以补齐，1个是没有办法补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餐饮业者为去年开始启动服务型机器人，无论是捧盘啊、送餐，都能透过机器人自动化服务，省尽了成本。它可以帮我们完成简单的服务跟收桌的工作，让我们工作人员更有效率，解决大约50%的重复性的高服务性的一个工作。即马欠人员工歹找，有餐饮业者薪水福利拢增加，要连锁早午餐业者，对一般门市也转投资百货零食柜或者是快闪柜，这两人也达到同款的营收。在百货柜、零食柜这些，它的销售的品质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单纯纯销售，那我们是就是除了制作还有销售。那这样子一天下来，一个人雇的摊位的效益跟4、5个人的门市其实是差不多的。研究专家指出，餐饮业就算加薪水，永远对不着制造业甲科技业的起薪。啊，不过6月毕业生都导致就业市场欠人问题，都应得到解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欠药的问题，继续伫咧逼，着民众为着要领这慢性处方签，走真济药局，才会当领到药啊。就算药师甲因讲会当用别种药来代替，却有真济人惯死用某一种品牌，也会家拒绝。药师认为，讲这欠药啊，是因为介绍互健保药价限制条的，政府应该爱互这药价完全转到自由的市场机制。国内欠药的问题严重，连带影响慢性药单领药的情形。有民众走真济间药房才领到药啊，是感觉真无利便。就算药师讲会当换药啊，不过因为食惯势啊，不少民众是拒绝换药啊。碰到一个病人，他拿那个息痛佳音，他说他跑了6家，我是第7家。而且我这息痛佳音还是跟人家用别的药，才刚换来400颗，刚好有库存给他。换药哈，其实是跟药物的复形剂哦，少部分人确实会有一些吸收率哈、有效率的一个问题。药师认为讲，欠药啊是因为介绍受到健保药价的影响，而且无一个国家是行业药啊健保给付的介绍，甲原厂的药啊是同款的。政府应该爱互药价登去到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而且防欠药中心应该扩大层级到各部会。而且邀请相关专业人士、组织团体参与，不是家己想家己对。医师公会专的会嘛讲，药费若无合理管控，恐惊会影响其他的医疗支出。我们现在缺药，药费不应该再往下调，但是我们希望，药费、这支脚，还有诊查费，还有诊疗费，这3个同步的成长，不要只有药费成长，另外2只脚会受伤。目前伫国内当欠款的药啊。包括软便剂、抗生素、制酸剂、止吐、止老、退烧、喷片的类固醇、破伤风预防剂、用血胶的药啊，加入互线肥大的药啊，照拢欠货。医师公会认为讲，欠药啊是真侪因素影响的结果，袂当头痛医头。伫也未有适合的改善方案进前，
应该先扩大补充健保费用的预算，避免情形愈来愈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土耳其跟叙利亚边境发生大地震，到今已经是3礼拜过去啊。不过27日咧土耳其的马拉特也又发生规模5.6个地震，造成1个人死亡，81个人受伤。这地震发生到今，这土耳其超过190万人生活是真困苦，而且是有路无住。民众也伫咧埋怨政府这救灾速度上过慢啊。土耳其总统也因为安尼生开记者会来甲民众会实咧，也讲是因为天气不好，才会拖慢搜救的进度。卡球场内底来看比赛球迷，一直对球场大声喊讲爱政府下台。土耳其甲叙利亚边界的地震发生到即马已经满3礼拜，造成超过5万人无命。民众不满政府救援上班，救援的政策无充分，造成抢劫甲互贼头等等社会安全的问题一直发生，引起土耳其国内各地出现大规模抗议。为日个卡球比赛，球迷甲就穿着红仔等入去球场内底，要观护定在移动开始，抗议就一直拖到街路。伊斯坦布尔有民众组织示威，煞互顶无警察逮捕，求入去警车。民众的破关也未停。土耳其的马拉特亚第27个一摆发生规模5.6个地震，但当时有部分民众当去厝摕财物煞受困，因伫脱困了后，有关想要抢救家己的财物。这个地震嘛造成1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各将近30栋的危楼崩起。面对灾民的怨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嘛伫个27召开记者会，向民众会示咧，表示灾区的条件甲天气无好，才好搜救较慢。Sarsıntıların yıkıcı etkisi, olumsuz hava şartları, hasar gören altyapının getirdiği zorluklar gibi sebeplerle maalesef ilk birkaç gün Adıyaman'da arzu ettiğimiz etkinlikte çalışma yürütemedik. Bunun için sizden helallik istiyorum. 另外，因为临时主体无够，互定在产生的191万人的灾民，大部分只会当伫堡棚内底过避难生活。虽然埃尔多安承诺会赶紧重建灾区，停止违反安全规定的建商，也不过世界银行统计，这届定灾造成土耳其经济损失达到342亿美金，等于是一年 GDP 的4%。如果重建的费用会达到这个金额2倍到3倍以上。国际新闻台董炳耀。那欧美国家即马连加拿大政府也宣布，考虑到网络的资讯安全风险，对3月7日开始，所有政府的设备拢袂当装 TikTok、抖音这个软体。另外，澳洲政府也讲，照目前的法规已经无法应付啊，未来会成立一个新部门，专门针对网络安全做管理。对美国甲欧盟的卡步，加拿大政府宣布讲，从3月7日开始，禁止所有政府装置使用中国影音 App TikTok。加拿大当局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代表讲对隐私和安全，互人无法度接受程度的风险。禁止政府的装置使用，这是第一步，嘛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步。Telling all federal employees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use TikTok on their work phones. Many Canadians, from businesses to private individuals, will reflect on the security of their own data and perhaps make choices in consequence. 因为烦恼北京当局摕到用户的个资，某公司对中国字节跳动的 TikTok 最近几个月来，拄遇到西方审查线咧增加。TikTok 的发言人表示讲，加拿大政府封杀 TikTok 的这个决定，互因真好理解，因为因并无引述任何具体的安全关切，也是和公司来做协商。另外，北京是限期30天，以来确保联邦政府的设备和系统无来安装 TikTok。也那澳洲政府是从去年底开始，拄遇到愈来愈侪网络攻击威胁。路透社讲，上届少也阁有8间企业受害，包含医疗保险、电信公司。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伊伫个和企业界领袖专家开会时阵表示讲，现行的政策无法度来达到需求的坎级。This is an ever-evolving threat, and it will need adaptation from us and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on top of this. That's why today, as well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we're announcing a coordinator for cybersecurity.
澳洲政府已经发布一份有关网络安全新策略的讨论文件，当咧找有关企业要安怎和政府合作来改善网络安全的意见。这个新策略办会会伫明年来实施。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非洲政府去年因为迪士尼公司捌公开反对州长德桑提斯签署不准讨论同志的法案，双方是拍歹关系。想袂到，伫昨昏州长已经签署取消50年前互迪士尼有自治权的法案。外界认为州长是伫报鸟车弯，也是为着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伫咧布局。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签法案。迪士尼原本独立运作，属于政府职权的消防、水、下水道加废弃物处理服务加设施，将会回归到政府手内。自治权相关法规的撤销，是伫咧去年非洲议会表决时阵通过。德桑提斯讲，所落来对待迪士尼的方法，会甲对州内像环球影城、海洋世界，抑个其他主题公园拢共款。Decades of subsidies and benefits that have really accumulated to kind of this one powerful company. But when you lose your way, you know, you gotta have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政治观察家认为，安尼施做是德桑提斯的报复。迪士尼在此进前，不公开反对德桑提斯签署不准讨论同志的法案。德桑提斯准备被竞选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反对甲青企业对社会政绩伤过顺从。伫前一天二日，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声援较有名的漫画作品《戴伯特》的作者史考特·亚当斯，因为亚当斯讲非洲的族群是受训团体，希望白人离因较远咧。互人指控是种族歧视。伊的作品和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也个经历美国等媒体封杀。马斯克颠倒指责这款媒体，则是对白人，也个对亚洲人有种族歧视。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declined to be involved anymore,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used to be the biggest Republican supporter because ultimately. This is bad for business. This is why newspapers are pulled a column for Scott Adams. This is like Disney is a big business,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now positioning itself, or this fring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positioning itself against business,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very goals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long held. 政治学者认为，德桑提斯针对社会甲钱来做攻击的核心，就目前来看，可能是一种正成功的政治策略。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委内瑞拉经过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去年有开始变好，不过也受真侪行业无度兴起来，特别是做老师的薪水伤过低，致使人才流失。过去这10年来，对师范大学毕业的人数就减83%，因欠老师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天崩落落来，涂骹物件顶甲一四季，走廊嘛共款规个稀稀火火，这毋是仓库，是委内瑞拉培育人才大学教室。委内瑞拉经过8年经济危机，景气真歹，教育事业嘛面临真严重的问题。想要读教育大学做老师的人愈来愈少，真侪教室嘛因为安尼，囥伫遐咧用。Porque imagínense, si no tenemos docentes o formadores de formadores, ¿cómo va a quedar el sistema educativo en las escuelas, en los liceos? 以卡拉卡斯这间专门培育师资的教育大学来讲，伫2001年到2021年20年的期间。毕业的人数是减8%，原因除了老师的薪水上过低，无度吸引少年人投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影响嘛真大，现在学生的人数上介少的科系集中伫咧科学领域。Las carreras menos demandadas son química, física, matemática, ciencias de la tierra, todas las que están relacionadas con la ciencia. 教育界人士表示，因虽然是真拍拼伫咧招生，不过国家经济崩盘，学校欠水欠电，而且欠缺资金来加请一个老师，而且问题是无米兼润月。有的学生就算是读教育大学，出业了后嘛拢改道做别项，师资形成真严重的断层。El gran problema en Venezuela es que los docentes se están yendo de la carrera y no hay generación de relevo porque nadie quiere estudiar. 有关当局目前正积极呼吁退休的老师、甲教育大学的毕业生重新搁转来教册。迄若去年委内瑞拉通货膨胀有到234%，经济状况虽然因为国际油价有起，嘛有淡薄仔起色，不过复苏的速度是真慢。老师去街仔路抗争的情形嘛一再发生，教育产业的情形，互人是看到真烦恼。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罗西亚的女高音安娜涅翠布科受到国家交响乐团邀请，3月初5会来到台湾演出。这位女观音捌支持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咧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的时阵，伊拢激点点，一直到去年3月才表态无支持战争。伊要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一出来，引起众人议论。特别主办单位是用安全做理由取消这届演出。8万个华丽声音，客家迷听甲如痴如醉。伊是全球歌剧界有名俄罗斯女高音安娜涅翠布科，今年受国家交响乐团邀请，要伫3月来台演出。安娜涅翠布科伫2006年入籍奥地利，因为伊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台，毕竟会习惯系真好，而且俄乌战争爆发了后，第一时间无发声。后乐团封杀去年3月才破文表态无支持战争，后续就慢慢恢复演出。来台消息一出来，马上引起讨论。其他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以前对俄罗斯所做出的帮助，不让他来他们的国家表演，或者是他有来表演的时候，其他的歌手决绝跟他一起合作。一看到他要来台湾，那我们当然会感到痛心。因为安娜的身份甲经历敏感，所以有人感觉不应该予支持侵略的人来台湾演出。不过有人表态支持，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观众应决定是不是要去欣赏。不过对未少伫台湾的乌克兰民众甲团体，感觉这代志互人真失望。I hope it will be either cancelled or at least that NSO makes sure that the profits that this person makes from this concert from the Taiwanese audience does not in any way contribute towards Russia's war efforts in Ukraine. 针对前期国家交响乐团因为社会关切，经过甲国际经纪公司的讨论了后，考虑到安全因素，决定要取消这一摆的音乐会演出。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拍算要甲16岁以上的学生名单，无分查甫查某，拢要登记伫咧全民防卫动员的名单内面，所以引起家长和教师团体批评。不过国防部也强调，照目前的民防法就规定，即高中以上学生就要编组防护团，若阵战争来时阵，就要动员协助救护和消防等任务，毋是爱引起烧战，只是事先做准备，外界毋通反应伤过头。因应最近引起国外伫咧讨论的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教育部也调集地方的教育主管机关，建议甲16岁以上的学生，无分男女，拢编列参加动员计划甲名册。国防教育本来就是课纲里面的必修的课程，那之前也有这个教官退出校园的议题嘛，那现在又回来说要造册，是不是预防全民的这个动员？我想可能还是要讲清楚，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预备。是兵力不足还是这个其他的问题？因为你一造册其实就已经会造成大家的恐慌了。这个年龄他们还没有上过课，教官也退出校园，也没有人去上这些的课程。这种情形之下，你要怎么去进行呢？他们好像都还没有经过这一方面的所谓相关的训练，如果就要上战场，那是不是有一点点冒险？依照动员青年学生计划，16岁以上的学生无分男女组成学校青年协训大队加青年防护团，若发生战争时阵，会当进行城乡战。学生每年有8点真久的基本训练，每年2遍上年训练，来建立保乡、保校加自保的能力。消息传出了，有教师团体加家长认为，培养国防安全意识毋是歹代志，不过政府应该对内容有更加清楚的说明，若无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惊吓。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就是不仅仅是为国家贡献，多锻炼自己的体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是没有就是不会去排斥这个课程。军训课是可以锻炼体力，但是上战场的话，我自己本身是不会想要的。对可能引起民众的担心，国防部回应讲，在现行的全动法有规定，各机关会当针对会当动员的人力、物力、设施等层面进行调查甲规划。会当实施演习来验证，确保发生战争时阵会当有效动员抵抗外敌。
不过这敢若使用伫咧动员时期，是袂影响到民众普通时的自由甲权益。修正草案伫咧公告期间，也甲各方的意见纳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蒋介石家族的第4代蒋万安，今日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台北市228纪念仪式，对民众趁伊发表演说时阵撞出来抗议，要求伊着爱跪落来回失礼。蒋万安落尾是以市长身份来为这个事件回唔是，不过针对媒体提问，敢会以蒋家后代身份来甲回失礼呢？蒋万安说是无任何回应。走访了228纪念馆。演说因为抗议暂停，蒋万安徛伫台顶规面的戒脚，一直等到场面受到控制，才去继续。228事件满76周年，台北市政府伫和平公园举办祈福追思上河台湾纪念仪式。面对雄雄对后壁撞出来抗议的民众，蒋万安事后表示尊重各界的声音，不过针对外界讲伊的阿祖蒋介石是228事件的凶手，并无正面的回应，是以市长的身份为当初的事件回礼。那身为市长，我想我们也愿意为76年前发生的事情，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坊旁边，我们致上深挚的歉意。做台北市长又搁是蒋家第4代的蒋万安，这回态度大家拢真注意，伊宣誓会伫市长任内继续收集资料，为受难家属平反。之前有当面跟他们见面，聆听他们的声音，那的确有些家属表达，目前他们有些家属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平反，我们就是坦然面对，也希望能够找寻更多的资料、史料可以公布，能够还原事实的真相，能够持续抚平伤痕，来达到社会和解的目的。下晡2点28分，代表和平的钟声响起，受难者家属王冠武提醒台湾人，袂当将这段历史放袂记。但这个事件是台湾走向民主的跳板。我想，即使不是罹难家属的后裔，也明白当时烈士们替我们争取到的民主与自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参加纪念仪式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伊知影事件所带来的伤痛，毋是回一句失礼就通化解。希望大家面对历史就事论事，面对家属将心比心。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虽然这228事件已经过去76年了，这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除了伫咧全台湾头一座228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纪念会以外，搁伫咧纪念馆内面展览嘉义地区228事件的不期规矩，希望这段历史会当完完整整甲呈现出来。徛伫228受难者相片头前献花伫嘉义市228纪念馆内底，当日举办不遗余力的展览，希望用地点的表现来呈现事件的过程。地点来时，就是讲会当区分到每一个地点，伊伫即个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代志，嘛会使将这其中4、5个地点会使当作228个不义的遗址就对啦吼。嘉义地区228事件当中，有27个所在发生无同程度的冲突。嘉义228纪念文教基金会毋但甲地点整理出来，嘛展览迄当阵的相关文件资料。当然，正安这个特点是嘉义市，但是这嘛是反映做迄个当时228事件，就是3月这个大刀山来这个。甲这个随情倾向，这拢有关系啦。除了展览以外，嘉义市政府甲228纪念文教基金会嘛伫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纪念会。基金会表示，希望历史袂去互放袂记，慢慢会个重演。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咧赛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去年有一个驾驶互人检举，讲伊一届超车2台奥多摆，互警方罚1200块，落尾是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过法院也是判伊败诉，是因为道路安全管理条例有规定，超车袂当一届连超2台车。
连假最后一天天气真好，袂少民众驶车出去溜溜咧。不如果驶车的时阵，就爱特别张持一寡交通条例。亲像讲有真侪驾驶的人，伊唔知影讲超车，若是讲一边当超2台，安尼就爱罚罚，会当处1200块到2400块的罚金。有时候需要超车就超车啊，只是不能恶意超车啦。这个我觉得不大合理，超车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有时候你真的有的龟速车在那边，你不超车怎么可以？照道交条例第47条的规定，除了讲袂当连续超2台车，另外伫经过靠湾的所在、架坡、磅空，这嘛是拢禁止超车。另外伫学校、病院，也是讲其他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地段，嘛是同款袂当超车。有民众去年伊驶车一边超车超2台机车，安尼嘛去互检举，因为不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不过法院甲判伊败诉。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7条第1项第2款举发，裁处罚锾新台币1200元，并记违规点数1点。管制单位只个较无用到的罚则，真侪民众嘛是第一遍听到。学者认为讲应该都爱加宣导，安尼才袂讲伫开罚单的时阵会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保持一个均匀的车流，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交通效率。很多民众目前还不知道这样子新的规定，我们必须要多加宣导。假使讲，若伫路顶悬拄着驶车若久咧扫，安尼要甲超车，这是难免。学者表示讲，重点是伫咱驶车的人爱保持一定的车速，避免造成别人来甲咱超车，来增加家己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连假塞车的时阵，真侪驾驶无聊的时阵，就会哪驶车哪飞手机啊。不过，这款的动作真有可能造成车祸，害后壁塞车塞更加严重。警方表示讲，若准这驾驶哪驶车哪飞手机啊，会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3000块。当啊，一直打，伊阁拍上黄灯来警示，这台红色轿车一直对隔壁车道一直偏去，阁偏几啊摆，尾仔才阁煞转来。开车的人，你敢是忝咯？我近一个看，才知影讲是哪开车哪看手机，角度车真多真塌。开车的人却是一直看手机，虽然两手放伫hand道路顶边，严格中却是加一个手机啊，安尼实在是伤危险咯。当时他就是在开车时，把那个手机摆放在方向盘上，然后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手机。他沿途都是行车摇晃不稳，有时候走走停停的，导致说后方来车可能必须要闪避，或者是一样要刹车。高速公路哪开车哪看手机，就伫国一北上142公里的所在。不过手摕着手机啊开车，不管你是看戏、看电影、甲人讲电话，也是耍游戏，这种动作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用罚3000块。对于近几年来看，警方处理开车的人每年都有上万件，因为若是一个无注意，危险是发生了。不管说你手持，或是说你放在那个车架看，你还是会分心啊。那这样就会增加你的那个事故的风险。有的开车的人会把手机放伫手机架顶面来看，都安徽也讲安尼无安全，只是现行法条乃无明文来禁止。以手机架的方式，它可能架在那边，怎么样去认定它有影响行车安全？这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是不是扩大到所有的用手机架都要处罚的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些讨论。毋是哪讲手机哪开车，警方就无到执法来开罚，是毋是扩大范围、明确来限制？交通部回应，必须经由多方的讨论，修法也过来等。记者综合报道。对2月20开始，这室内会当变挂水暗，不过病院和大众运输有关爱挂。昨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台北捷运中校新生站落车，却因为无挂水暗，互捷运警察发现。这个查甫人阁对警察大细声。捷运表示讲，目前捷运站也是爱挂水暗的，违规者上济会当罚到15000块。公共场所干嘛要戴口罩？在捷运的街内顶，一个查甫人话正大声，正如。麻烦请你先到。虽然警察一直甲伊口讲，就是唔肯挂水暗。开单就开啊，怕你啊！伊的情绪真激动，抑阁一直呛声，敢若拢无咧惊。严过尾啊，伊将水暗挂起来，走正紧，冲起手扶梯离开。这名男性旅客情绪稍微有一点激动，随后配合佩戴口罩，由捷运警察陪同刷卡离站，并没有影响营运。2月27日6点半，一个查甫人自捷运的中校新生站落车，因为无挂水暗被抗到，遭甲站长抑个警察烧翻。台北捷运提醒讲，防疫政策调整了，出入捷运也是爱挂水暗。
不过目前是也无采发的案件。大众运输工具跟医院这些要戴口罩，其他都开放了。反正室内就戴啊，室外也会戴啦，拿下来呼吸一下，也是会觉得蛮内疚的。我问他3遍才让。若是这时阵要让坐公车时阵，虽然无挂好，互司机骂双方去还价，只是疫情指挥中心自2月20开放室内唔免挂水安，也毋过是无包括医疗院所加大众交通工具，亲像是坐捷运、公车、计程车也是爱挂水安。若是口讲无爱听的，就会被罚，相关的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立委补选第3月初4就要来投票，本数问题搁再变作是焦点。国民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珍昨表示，讲南投的本数问题是迄当时做台中市长的林佳龙所造成的。不过，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今仔日去到南投替蔡培慧徛台时阵也讲，家己伫咧做台中市长的时阵替台南投处理的本数量是平即卖市长罗秀燕处理搁较济。南投县本数问题，搁再加做一摆立委补选攻防的焦点。林佳龙当市长之后啊，就把我们停掉了。那么停掉以后啊，因为我们马上就面临了漏税没有去处理的问题啊，这也是民进党造成的。不是我们南投县不处理漏税哈。林明珍点名南投的本数无所在通坑，是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做台中市长时所造成的。林佳龙2月来到南投，替共党的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徛台，也毋过互林明珍点名林佳龙是有话要讲。我当台中市长的时候，我是尽力在帮忙解决，是卢秀燕市长之后把它取消的。咱讲假规矩拜求桃或饮水思源总是要去感谢帮忙的人，甚至准鬼最无魂。林佳龙强调，4年任期替南投处理57000栋的本数，甲罗秀燕任内4年来比较，确实伫替南投解决问题。而且台中市停收南投县的本数，是罗秀燕伫7县市会议中所取消的。林佳龙反击林明珍，伊认为林明珍想要推卸责任，确实拍到这个共党的罗秀燕。而蔡培慧是搁再批评林明珍，讲伊伫8年的县长任期，无法度解决南投本数的问题。他也知道他自己根本搞不清楚垃圾处理的状况。作为一个县长，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当县长？你凭什么再来投入立委的补选？国民党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珍也把握2礼连假最后一天，加通市长张善政伫德山4月拜票。甲27经济态度比较不同款，林明珍对着本数争议，只是表示家己已经卸任县长这个职务，应该交由现任的县政府来解决，避免争议被扩大来解读，影响选情。林明珍选择不过再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这建农粪扫场这火迄伫内面烧已经是第3天了，消防队是一直转水降温，市公所也派这沙石仔车来，打算要用这砍沙石的方式来甲这火拍花。虽然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不过这臭味还佮乌烟已经影响到附近居民生活和一寡农作物。市公所表示讲，听候讲这火拍花了后，再来和民众协商，看这赔偿要安怎处理。沙石车一车一车载沙石来到台东市建农里粪扫场，倒伫咧这区内面，还阁翕条伫咧烧的区域，脸看起来有较细，不过边啊规堆敢若山的粪扫也是继续伫咧烧。自2日开始导火台东市粪扫场，这3天消防队员24点钟久轮班伫咧粪扫场内面拍火，二倍总算将火势控制到只敢若剩一个区域。消防局继续派30几位警员小甲水上车伫咧喷水降温。先把火苗先把它压制住，以后，然后再由施工所重型机具再做土方的覆盖。台东市粪扫场火警产生的乌烟也有粉尘，飞到附近的农田甲徛家，农民担心农作物会被污染。正失客的农民担心所落来大目失客，因为这边的粪扫场火警烧不出去。公所讲，等火完全拍花，会甲当地里民也有农民协商赔偿的代志。因为它落在树叶上及那个果粒上面，都会变黑色。那后续的问题，我们还是会跟农民继续来协商，看要怎么来做后续的补偿问题。吸到这个空气，基本上很多民众都有头晕啊，或是目眩的状况了。台东市公所讲，已经赶紧伫咧处理粪扫场的火警，希望伫这礼拜完全拍花，莫阁有烟。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的永康有一个真特别的传统打饼，若准有囡仔出世满月，毋是送油饭哦，是送水饼。公所也配合这公庆宫的打饼节，特别邀请台语专家甲大家念歌诗，也希望讲甲这打饼的传统文化会当代代传落去。公庆宫护家乡打水饼贺生囝。照古早咧，生囝满月就爱送油饭甲红卵。按照台南永康较无共，有一个流传百外年的传统打水饼。当年的旧历正月20正前一冬内，有囡仔出世的人家，就爱传水果饼分送给庄民。公庆宫护家乡打水饼贺生囝，古早风人人看，民俗情代代传。为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传统，公所举办体验活动，邀请在地台语文学专家，教大家唱打饼的歌诗，搁找人来演奏拜林，若听台湾歌谣，若行到考卷课岸边，介绍早期西市的人文风情，展现苏当时生活情景，怀念故乡的美丽。公庆宫的打饼节，伫台南县时代早就登录做县定民俗。上早的时，干那添丁生后生才会分水饼。毋过时代咧改变，生查甫也查某拢是福气。因空打水饼，分享处理囡仔出世满月欢喜的心情。透过活动，互外界了解在地文化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去看加拿大蒙特罗，伫这个所在有一个脚踏车专用道，有900公里长，等于是徛台湾一年的距离。一年四季拢有看到有人伫遐骑脚踏车，就算伫咧零下40度的天气，民众也是甲这厚衫包包咧，照常去骑脚踏车。清洗站保暖的衫，各种暗滚的保暖套求到耳仔，挂大护目镜甲安全头盔。萨瓦尔装备较全，跟脚踏车准备出门。魁北克省的蒙特罗市零下40度的暴风雪，车路顶悬也有真侪亲像萨瓦尔安尼照常骑脚踏车出门的民众。Tout à fait. Au début, on était très peu nombreux. Puis maintenant, surtout depuis que les pistes cyclables sont dégagées, depuis 2 ans environ, là, il y a beaucoup plus de cyclistes d'hiver. 为减少空气污染，鼓励市民使用无污染的交通工具脚踏车作为都会区内底上班、读册、甲买物件的交通工具。蒙特罗市大力推展脚踏车专用道，目前总长度有900公里，到2017年佫会增加200公里。当局规划目标是希望脚踏车应占市内总交通量的15%。在2020到2021年之间，无论是热天也是冬天，脚踏车的交通量都增加到20%。脚踏车业者表示，这几年来冬天上门顾客年增率是15%。C'est dû, je pense, aux gens qui s'habituent à voir ça, à cohabiter avec de plus en plus de cyclistes qui roulent l'hiver. Le réseau est de mieux en mieux déblayé, donc les gens ont envie d'essayer, mais je suis prêt à dire qu'on a à peu près un 15% de plus de clientèle qui roule l'hiver à chaque année, que ça grandit. 业者指出，雪地骑脚踏车出门无需要增加新的装备，除了备旧的车链，亲像伫冰箱抓地力较好的箱顶啊车链。公司新闻王慧文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4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